就来关心头拄讲的这个案，这是拜二暗的时牵涉诈骗、互通缉，也是限制出境。有20个少年查甫查某，因拍算要坐船去东南亚，想要到海巡上渔船去检查的时，却听到有人在喊救命。原来因是一群人拢互关密伫暗仓内底，因为内底是翕甲强要卖喘气，才赶紧喊救命。即马规帮人拢互带转去侦办。 击开密封的舱门，表情痛快的少年男女，一个接着一个为下的船舱扔出来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不会跑。好，有水，有水，可以给我水吗？有人喘气困难，有人热到要讨啉水。算看卖啊，密舱内有20人，海巡比对身份发现，其中有18人封限制出境，另外2个人是封通缉。亲像初6暗，想要坐这只渔船逃到到东南亚，却因为密舱中空气不，还未出港，就有人喘气困难，拍船舱呼救。渔船出港安全检查时。 察觉船尾处有异常，要求船长开启密舱，查获密舱内共20名本国籍人士。当场在高雄港内某船舶中，发现藏匿要偷渡出境的国人男女共20人，除将人带回调查外，并查扣作案用船舶1艘。 根据了解，这群人拢是诈骗集团成员，亲像想要美国来法律制裁行险路。在事业船长的渔船想要偷渡，不过这只船4年前也把将私分藏伫油槽弄管防发办。检方信后认定船长2名船员有逃亡串证记录，向法院声押禁见核准。通风就无空气啊，空气无够啊，无够吼，人遐挡袂牢，伊就撞要出来啊，撑大落吼。 你迄风干啊，你也只能记无。其他渔船的船长讲，最近天气烧热，坐伫通风的船头也是船尾，拢会感觉热，何况是一群人踮伫密舱内，尤其是有一寡渔船的密舱为着密杂chất，也可能分散密封。密伫内底真正真危险，若无设立标准，也可能失去性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